今日年29出發去嘉年華，仲約埋表哥添啊！細力啲啊！玩咗咁多攤位遊戲，你哋知唔知？原來姑媽先係高手啊！而我自己都唔敢相信。家姐真係好 sweet， 自己靜靜雞坐低整咗個成結送俾嫲嫲。你見個個都咁踴躍，因為呢個算係最易嘅吊鴨仔嚟㗎啦。細力少少㗎咋？好嘢！哦，阿 B， 又係姑媽出手嘅時候。唔緊要。哇！你哋睇下姑丈蠢蠢欲動啊！咦？戰利品一大袋咁喎。又一年團年飯，希望大家都開開心心，齊齊整整。每逢年初一，大家都會食到嫲嫲整嘅長壽麵，但其實個個都係想食紫菜。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，公公。係啊，佢個仔大啦，學尖得靚啊！你講多次啊，講多次。青瓜伶俐，身體健康 ，BB 聰明伶俐啊！最緊要身體健康。我哋話就係好簡單。啊，身體健康。煩少啊！年年都講呢個。事事順利啦，聽隨住生意興隆。要啊！祝我生意興隆啊！祝姑丈生意興隆，姑姑生意淡當得㗎啦。今年係我哋第2年年初一去行山，唔知會唔會繼續保留呢個傳統呢？呢個呢？由頭食到。一路行一路食。希望呢個成為你哋童年嘅一個回憶啦。
下年再行嘅時候，你應該跑得又快又遠啦。今日係年初二，媽咪開工大吉，爸爸媽媽帶咗我去食薯條啊！佢哋仲準備咗一個特別節目俾我哋啊！呢次係我哋第一次一家三口一齊睇煙花。